日平日新牧師嘅廣播。上帝一直向我展示聖經中嘅死亡，上帝如何憎恨死亡，幾咁希望佢嘅子民喺末世得享美好嘅長壽。Amen， 係啊，美好又長壽嘅生活。事實上，聖經說罪的工價就是死，但上帝的恩賞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裏卻是永生。罪的工價就是死。嘿，發生日之前就辭職啦。罪的工價就是死，但呢份禮物，上帝的恩賞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裏卻是永生。永生唔係心臟停止跳動之後先開始，而係從你重生嘅嗰一刻開始。喺你相信主耶穌基督作為你救主同你嘅主嘅嗰一刻，你承認佢係主，心裏相信上帝將佢從死裏復活，你相信基督喺十架上除去你嘅罪，喺你重生嘅嗰一刻，就喺嗰一刻得到永生。Amen。永生係上帝活出嘅生活品質。耶穌親口喺拉撒路墳墓邊對馬大說：所有活着又信我的人，必定永遠不死。對信徒嚟講，即使心臟停止跳動，都仍然活着，永遠活着。Amen。死亡正被脫下來，就好似我而家除低外套，將佢掉喺地上，但我仍然活着。死亡只係脫掉呢個腐敗嘅身體。聖經說，無論係耶穌嚟揾我哋，或者係被提，我哋都唔會睇見死亡。或者，若果我哋脫掉肉身，聖經說，我哋會穿上榮耀不朽壞嘅身體。所以，當耶穌為我哋重臨大地，我哋滿心期待被提。聖經說，你們就當挺身昂首，因為你們的救贖近了。呢個救贖係指你哋身體嘅救贖。朋友，我相信聖經裏邊有好多秘密，教導我哋點樣過美好嘅生活。聖經2次告訴我哋，最後一代人將睇到被提，我們還活着存留的人必被提到雲裏。請留意上面寫着我們還活着。活着係一回事，因為你而家先10歲，仲好年輕，你先20歲、30歲。但活着存留係另一回事，活着存留代表力量，表示有活着嘅力量，意味着末世嘅呢一代人將喺被提中睇到耶穌。OK， 呢一代人會有克服死亡嘅秘訣。Amen。讚美主 ，Amen！ 我相信呢一點，我哋需要對上帝此時嘅作為敞開心扉。然後經文再次重複：我們這些活着存留到主再來的人，絕不能在那些睡了的人以先。佢哋會先上去，然後我哋將會喺空中與主相會。哈利路亞！然後我哋就應該問：點解死亡可以輕易地超越信徒嘅呢？而家我指嘅唔係呢個世界上嘅人。Amen。好明顯，罪的工價就是死，但裏面有永生嘅信徒們唔應該會經歷死亡。我唔係講我知道一切，但我想同你分享我知道嘅，就係上帝一直向我展示嘅。我想以此祝福你，讚美主。聖經經文非常清楚地話俾我哋知，那以文字刻在石上使人死的律法的工作。而家我想同你講關於律法。聖經說，相信基督嘅信徒唔係喺律法之下，而係喺恩典之下。律法嘅定義係乜嘢呢？律法被定義為人的工作同勞動。恩典呢？恩典被定義為上帝的工作，上帝的供應。一係你供應自己，為自己提供，為自己工作，努力去產生結果，或者係讓上帝動工，任君選擇。Amen。點解信徒們會經歷呢一啲呢？有一件事與拯救佢哋嘅福音息息相關，佢哋應該繼續活在拯救佢哋嘅福音之中，恩典的福音。因為我哋唔相信，竟然有人會拒絕恩典，佢哋會話：你們得救是靠着恩典，藉着信心，就好似恩典只會令你得救，但之後你最好小心翼翼，根本唔知道呢個係自以為義。就好似以色列，保羅對以色列同胞嘅負擔，佢話：他們既然不明白上帝的義，而又企圖建立自己的義，今日
我哋會講你應該建立自己嘅義，唔係。上帝說，他們既然不明白上帝的義，上帝的義係一份要去領受嘅禮物。他們既然不明白上帝的義，而又企圖建立自己的義，就不服上帝的義了。你唔能夠兩者都要。稱義係被宣告無罪，稱義係與上帝有正確嘅關係。哦，哈利路亞！我哋服侍嘅呢位上帝係值得稱頌嘅。佢已經賜俾人公義，佢已經將呢份義賦予俾罪人，使佢哋能夠站立喺佢嘅面前，喺佢嘅同在嘅榮光光輝之中。罪人可以站立，係因為被賦予嘅義。Amen。人必須領受。若果人試圖建立自己嘅義，佢哋就唔能夠領受呢份義嘅禮物，並唔能夠兩者兼得。以色列選擇咗建立自己的義，結果係佢哋不服這份義的禮物，因信而被上帝稱義。Amen， 讚美耶穌嘅名。一齊嚟睇哥林多後書第3章，睇睇人們點樣錯過咗佢嘅秘密。佢哋係真誠嘅，但仍然臣服喺死亡之下。不過聖經講得非常清楚，我們已得釋放。Amen。我們不敢以為自己有資格作什麼，我們所能夠作的是出於上帝。保羅總係非常小心地講，我哋冇資格，我們所能夠作的是出於上帝。如果唔係，我哋根本唔能夠成為僕役。我哋係乜嘢嘅僕役呢？他使我們有資格作新約的僕役。這新約不是從儀文來的，而是從聖靈來的。因為儀文會使人死，而聖靈卻使人活。呢一度話使人死，儀文會使人死，而聖靈卻使人活。呢度嘅儀文係指乜嘢呢？仔細睇下，下一節話俾我哋知，如果那以文字刻在石上使人死的律法的工作，只有一個事工係用石頭雕刻嘅。上帝曾經將十誡寫在石頭上，請留意，那以文字刻在石上，文字與剛才嘅儀文會使人死係同一個希臘字。佢講律法，即係十誡會使人死，但係聖靈嘅事工，即係恩典令你活。好多年前主對我講，定罪使人死，聖靈卻使人活。定罪使人死，聖靈卻使人活。每當我哋譴責孩子，就係正在為死亡工作。請睇呢一度，留意經文說，儀文會使人死，而聖靈卻使人活。如果我嘅生活總係工作同勞苦，總係為供應自己，我必須照顧自己，必須照顧家人，我必須得到我自己嘅答案。唔係嘅，弟兄姊妹，你正活在律法之下，過着死亡嘅生活。但如果你嘅生活係仰望耶穌，信心嘅創始者同完成者，信靠佢，喺自己冇嘅事上面信靠佢會供應。即使當呢一啲事情與上帝嘅應許睇起嚟係啱啱相反，你仍然相信佢，佢唔俾嘅話，你根本係唔會有嘅。Amen。你總係信靠佢。另一種說法係律法要求，就好似律法要求你不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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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但係恩典供應，上帝說我會，我會，我會，我會。Amen。你更意識到邊個呢？其中一個係致命嘅，儀文會使人死；另一個係聖靈卻使人活。阿們。呢一度話儀文會使人死，而聖靈卻使人活。下一節第7節說，使人死的律法的工作係咩工作呢？代表你總係服侍，你給予出去，你授予。呢個事工係賦予死亡嘅工作，隨着律法而來嘅係死亡。律法冇任何不妥，律法係完美嘅。但因為律法係完美，當律法喺接受者身上揾唔到完美，佢唔能夠唔忠於自己，就賦予咒詛，賦予死亡。呢個先係律法嘅設計。
我哋需要記着，我唔想匆匆帶過，我只想從聖經向你展示，好多信徒仍然喺呢一邊，好想知道死亡點解能夠影響佢哋嘅情緒，影響佢哋嘅心靈同埋關係，影響佢哋嘅身體同埋佢哋嘅生命，點解會咁樣？若果你叫佢哋刪除律法，佢哋會話褻瀆。你點能夠刪除律法？朋友，我唔係講刪除律法，係要你變得無法無天。相反，無法無天來自，請聽好，當耶穌說挪開拉撒路墳墓邊的石頭，佢哋害怕，因為嗰個人已經死咗4日。姐姐說呢個時候佢必定氣味難聞。耶穌卻說我就是復活和生命。挪開石頭，以預言嚟講，每個行動係預表。聖經嘅每個行動都蘊含着心意，耶穌嘅每個手勢都有目的。佢話先挪開石頭。Amen。耶穌甚至喺閣樓房間超越咗空間，佢卻說把這塊石頭挪開。弟兄姊妹聽我講，石頭就係十誡，係上帝用手指寫在石頭上嘅。上帝說把這塊石頭挪開。耶穌說把這塊石頭挪開。呢一切取決於你係將石頭從發臭嘅肉體，定係從復活嘅人身上挪開呢？結果係會截然不同。如果你從發臭嘅肉體中刪除律法，肉體就會顯現出來，係嘅。但你若果將律法從有聖靈復活嘅靈嘅人身上刪除，我哋都係復活嘅靈。哈利路亞！你刪除律法，我哋從復活嘅榮耀中走出嚟。哈利路亞！感謝耶穌。而家跟住我睇加拉太書第3章。凡是靠行律法稱義的，都在咒詛之下。弟兄姊妹，再讀一次啊！凡是靠行律法稱義的，都在咒詛之下。經文唔係講凡是違法的，我哋會假設並代入所讀嘅經文。呢一節經文說，喺你靠行律法稱義嘅嗰一刻，當你堅持將自己嘅稱義、成聖、祝福建立喺律法之上，你就係倚靠律法，你嘅內心倚靠律法，你為律法而戰，你堅守律法。聖經說，你立即身處咒詛之下，凡是靠行律法稱義的，都在咒詛之下。呢度嘅希臘文係現在式。仔細諗下，佢當時正寫信俾信徒，即使唔應該受到任何咒詛嘅信徒，亦都會受到咒詛。喺重返律法嘅嗰一刻，佢哋受咒詛。佢哋好想知道，我點解睇唔見上帝嘅供應？點解睇唔見佢嘅應許喺我生命中實現？更豐盛嘅生命仲未湧進我，點解會仲未流經我呢？到底喺邊度？當咒詛發生喺某人身上，佢哋所做嘅一切都好似被凍結，就好似聖經耶利米書所講，在荒旱之年，這人是有福的。今年係荒旱之年，難道今日嘅世界唔係咩？聖經說，即使在荒旱之年，蒙福的人不斷結果子，而被咒詛的人，聖經說，福樂來到，他也必看不見。即使福樂來到面前，佢亦都無法睇見。朋友，埋怨成為咗嗰啲人嘅標誌。我並唔想講佢哋係喺咒詛之下，我只係講埋怨係被咒詛嘅生活方式。有啲人，你總係可以相信佢哋能夠揾出每個解決方案嘅不足之處。你講出解決方案，佢哋試圖揾出問題，總係講負面嘅說話。即使喺我哋國家，讓我哋開始宣告美好，開始睇到美好，為我哋嘅國家而慶祝，讚美上帝。聖經說，好人、蒙福嘅人 ，Amen。即使在荒旱之年，他不斷結果子，樹葉仍然繁茂。樹葉講述嘅係佢嘅健康，佢保持常青，永遠年青，永遠年輕，永遠健康。呢個係一個被耶和華祝福嘅人。聖經說，新約蒙福嘅方式就係信靠耶穌。
翻到加拉太書第3章呢一度話，凡是靠行律法稱義的，都在咒詛之下。我哋剛才睇到，請睇之前嘅經文，這樣看來有信心的人，必定和有信心的亞伯拉罕一同得福。哈哈，睇到嘛？有信心的人，必定和有信心的亞伯拉罕一同得福。嗰一啲有信心嘅人是蒙福的。同邊個一同得福？有信心的亞伯拉罕。亞伯拉罕係信心嘅寫照，佢係一個有信心嘅人。活在頒布十誡嘅400幾年前，亞伯拉罕並不完美，佢講大話並犯下錯誤，上帝卻從未針對佢嘅錯誤，因為佢係一個活在恩典下嘅人。聖經說佢係一個有信心嘅人，恩典同信心總係走埋一齊，就好似律法同不信總係走埋一齊。我哋呢一啲有信心嘅人是蒙福的。朋友，你有信心啊？唔好同我講你重生。我問你，你有信心啊？平牧師，乜嘢信心啊？既然你咁問，等我展示上文下理，請睇第8節，信心的背景。聖經說，既然預先看見上帝要使外族人、非猶太人，嗰個係你同我，因信稱義。點樣稱義？通過信稱義。換言之，信心唔係靠佢哋嘅行為。呢度嘅主題係因信稱義，就預先把好信息傳給亞伯拉罕，萬國都必因你得福。這樣看來，有信心的人必定和有信心的亞伯拉罕一同得福。這樣看來，有信心的人必定得福。係乜嘢信心呢？經文背景講係因信稱義，唔好將醫治嘅信心或者信靠上帝嘅供應放喺呢一度。唔係，呢度嘅背景係因信稱義。你相信自己因上帝的義而因信稱義。Amen。平牧師，我點樣將呢個應用喺自己生命中？好簡單，只要保持簡單。聖經說，罪必不能轄制你們。罪係一個名詞，你可以改寫做疾病，必不能轄制你。你唔會錯㗎，因為疾病來自罪。然後你可以改做死亡必不能轄制你們，因為罪的工價就是死。罪係一個名詞，因為撒旦必不能轄制你。同樣道理，罪必不能轄制你們。點解？因為你們不是在律法之下，而是在恩典之下。朋友，我哋真係身處恩典之下咩？冇人能夠睇到我哋嘅心態，我哋其實身處律法之下，冇人知道。然後有人犯下失控嘅罪，佢哋開始話佢點樣啊？佢係一個好好嘅執事，好愛上帝，總係談論聖經嘅，你知道嗎？朋友，佢內心受到律法嘅制裁，你永遠唔會知道。所以每日問問自己，喺你開始焦慮、懷疑、心驚膽跳，或者被恐懼阻止你嘅嗰一刻，停低落嚟問下自己：我剛才諗乜嘢？我認為必須靠自己咩？我有好多事要做，我係要求心態咩？我係咪喺度要求自己？難怪我對親人、我嘅屋企人會唔耐煩啊！因為我要求自己，就會要求佢哋。我點解要求自己咁做？因為我認為上帝咁樣要求，我嘅心態係上帝要求我咁做，所以我要求自己咁樣做，亦都要求親人、家人咁做。所以有啲宗教人士嘅脾氣係非常暴躁，壓力係一個好好嘅指標，壓力同恐懼。喺呢一啲領域經歷恐懼，無論係你嘅身體嘅健康，或者你關心嘅孩子，或者係財務，特別喺呢一段時間 ，Amen。我只係想你留意恐懼，讓你停滯不前，係因為你嘅想法。Amen。你有錯誤嘅想法，換言之，你仍然沿用舊嘅思考方式，仿佛你冇一位救主，仿佛冇呢位喺天上嘅父。你而家必須停止呢一種想法，千祈唔好試圖處理恐懼，而係要停止錯誤嘅想法，開始問自己：上帝曾經讓我失望嗎？ Amen。上帝以前供應過我嗎？上帝以前有冇醫治過我？ Amen。上帝嘅供應仍然向着我嚟到，我睇見呢位上帝想俾你嘅，比你願意領受嘅更多。我睇見呢位上帝嘅供應大於你嘅需要，一直都係。
喺佢讓你嘅飢餓得到飽足之後，剩下嘅零碎裝滿12個籃子。佢嘅供應總係遠遠超出你嘅需求，甚至係超出你嘅期望。佢總係垂聽，唔係佢過度垂聽我哋嘅禱告。聖經以弗所書說，上帝垂聽我們，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。上帝嘅垂聽若果超過我哋所求所想嘅，要向上帝求大事，讓佢大大地超越他。讚美主，呢位喺天上奇妙嘅父，喺我哋裏面嘅聖靈，教導我哋關於天父同主耶穌嘅事情。哈利路亞！我哋需要知道點樣正確地解讀真理嘅道，邊度係喺律法之下，邊度喺恩典之下。我哋明白今日嘅生命係靠乜嘢而活。每當你身處律法之下，供應就好似被凍結；冇供應，健康亦都會被凍結。而當你身處恩典之下，健康迅速湧現，供應有增無減。Amen。仿佛當你開始正確思考嘅時候，平安就喺你心中佔據着主導地位。當魔鬼同你講你感到身體有疼痛，可能係呢個嗰個，要回答上帝正為我供應健康。呢一種痛苦只係你嘅謊言。Amen。要懷疑你嘅懷疑。Amen。相信上帝嘅話語同佢嘅應許。Amen。讚美耶穌嘅名。哈利路亞。上帝愛世人，耶穌說，甚至把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，叫一切，呢個包括咗你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，反得永生。請同一齊做呢個禱告，你願意嗎？講天父，我感謝你對我嘅愛，我感謝你，耶穌為我嘅罪死在十架上。當我被你宣告稱義嘅時候，你將佢從死裏復活。耶穌基督係我嘅主，我嘅救主同上帝。感謝天父，而家我已經得救，我重生，我裏面有你嘅生命同本性。主啊，將你嘅方式教導俾我，恩典嘅方式。感謝你愛我，主啊，我期待着喺基督裏邊得享安息嘅生命，不斷被供應，不斷被保護，不斷賦予生命力同賦予大能。奉耶穌嘅名 ，Amen Amen Amen。讚美主，你已經重生。你哋其他人，無論而家面對乜嘢挑戰，奉耶穌嘅名，首先喺正確嘅聖約中擺好自己嘅姿態。你係喺新約裏邊，要知道上帝會將佢嘅律法、指示同方向放喺你嘅思想裏邊，你只需要單單地信靠他。Amen。時刻留意佢嘅供應。Amen。我奉耶穌嘅名為你禱告。若果有人失業，我奉耶穌嘅名禱告，上帝嘅供應會淹沒你嘅需要，而你未來嘅工作會好好嘅，好到令你不知所措。你會因為呢份工作而蒙福嘅。奉耶穌嘅名，你生命中將會有偉大嘅供應。Amen Amen Amen。讚美主。我為每一位父母禱告，佢哋喺孩子嘅事上面正面臨挑戰。奉耶穌嘅名，主啊，我祈求你傳授佢哋智慧，喺生命嘅每種境況下跟隨聖靈。奉耶穌嘅名 ，Amen。我為生病嘅人禱告，佢哋嘅身體而家面臨挑戰。父啊，向佢哋嘅身體釋放你嘅醫治，你嘅生命，你嘅疏醫生命，並驅除疾病，以致疾病無法存在。疾病喺邊度，醫治嘅恩典就會大大增加。醫治嘅恩典驅散你體內嘅每種疾病，每個腫塊同埋腫瘤。奉主耶穌基督嘅名，領受主的醫治。奉耶穌嘅名，健康正迅速湧現。Amen。讚美主。